房協話未來10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改為喺將來落成嘅屋苑加入長者友善設計。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房協係自負盈虧，當中有自己嘅考慮。房協推出嘅長者安居樂計劃係為60歲或以上長者提供終身租住項目，只需要支付一筆過租住權費用同每個月交管理費，就可以終身住喺租住單位，可以享有專為長者設計嘅無障礙設施、樂齡科技支援，以至一站式居家安老服務。長者安居樂計劃現時已經提供888個單位，入住率超過90%。房協認為單靠項目唔能夠滿足人口老化需求，因而改為日後喺新落成屋苑加入長者友善設計，令居家安老普及化。有立法會議員喺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房協係自負盈虧，當中有自己嘅考慮。長者樂安居佢嗰個設計初頭嘅理念真係可以幫到一班長者避免到佢哋俾人逼遷，亦都俾佢真係長期居住。咁但係對於現時房委佢哋嗰個資源，因為佢哋呢個機構始終係自負盈虧。如果一啲長者可能我知道而家現時有啲長者都超過100歲嘅喺入邊，可能對於佢哋即係可持續發展啊，或者長期喺呢方面負擔，咁究竟啲資源喺邊度嚟？對於整體社會個運作都係房協而家其中考慮一個因素。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林筱魯喺同一個節目上表示，房協喺北角嘅類似項目屬非資助性質，仍受長者歡迎，反映長者有具體住屋需要。政府應該探討點樣將類似項目引入私人市場，等私人發展商參與呢類計劃。鳳凰衛視記者陳恒亮報導。